要结婚了，这次是说真的，不是开玩笑了。你们准备红包吧。认识很久了，也超过几十次，流过很多泪，终究还是离不开彼此。我们互相够了解了，也收到背后的家人支持，所以我们要结婚了，怎样？吓到了吗？吓到了吗？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使的。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认识很久了，也超过几十次，流过很多泪，终究还是离不开彼此。我们互相够了解了，也收到背后的家人支持，所以我们要结婚了，怎样？看到了吗？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使的。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。虽然还是谈不拢一些事，例如要生几个，但是没关系，我顺从天意，他说什么我都听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天使的。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要结婚了，哈哈哈。